大家好，我係阿力。今集嚟睇西麗生態公園，同去睇深圳灣燈桿獸。西麗生態公園係一座結合山林地形同田園景觀嘅城市綠地。大家可以坐深圳地鐵5號線流仙洞站，從 A 出口出，步行約15分鐘即可到達。嚟到西麗生態公園啦，呢度一條路直上去就得噶啦。呢度個環境好好啊。係生態種植園啊！哇，呢度都幾多嘢種喎。梯田啊，好靚啊！呢度竹壺樹咁嘅樣，溪黃草啊！呢啲係。呢啲好似係睇個樣有啲似白菜喎。好多呢度。哇！行上啲有個公園仔喎呢度。哇！好多小朋友喺度玩啊！哇！嚟到呢條橋度，哇！呢度望落去好高喎都。公園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，保留咗原有嘅耕地，形成山地嘅自然景觀。呢度一直行去半山平台山頂觀景台，都係沿住一條路啫，行上去。呢度人唔算多，環境好舒服，視野開闊，空氣清新，好適合喺週末過嚟行，放鬆心情。去完西麗生態公園，去下一個地方，去人才公園睇夜燈飾，直接打車過去。嚟到呢度人才公園夜晚啊，有夜燈飾睇啊！呢度之前都嚟過人才公園嘅，咁今次夜晚嚟睇燈飾。哇！夜晚呢度真係好靚啊！如果坐地鐵過嚟呢，地鐵13號線人才公園站出。哇！夜晚嚟真係另一番風景啊！呢度望出嚟超靚。呢度一條條柱啊，識發光，好靚。哇！依家變紫色啊，好靚好靚。行到呢邊半月形灣橋嗰度啦，好靚呢度。公園星光橋可以望到深圳灣一帶嘅樓。咁呢度呢，近排有一個藝術節啊，咁啊叫追光逐夢。去
去到2026年3月都仲有得睇。哇！呢度仲有音樂噴泉添啊！即係可以行過去嗰邊，好靚啊！呢度，我呢度有兩隻白色嘅嘢啊，幻想家喎呢個創意工作室。哇！行到呢度就係前面呢座嘢就係深圳灣文化廣場嗰度啦，已經。哦，原來呢度咁樣嘅，上到嚟。兩邊都有隧道嘅喎，通嘅喎都。入邊仲有嘢嘅喎，喺門口就係依度，閂咗門。呢邊藍館開放時間係週2至週日10點至6點，週一係閉館嘅。好，咁有機會再嚟呢度睇下啦。今日影片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。